这家是我一朋友开的，一直叫我来试试菜，说最近换了一厨子，我这不就把你约这儿来了吗？来，走走走，这边。就这屋，这屋啊，环境好，安静，聊什么的话不会被打扰。安静，我把话说前面，咱有些事儿可以聊，有些事儿免谈。这样，你呢，先把这菜啊点了，待会儿酒菜上来了，咱慢慢聊。我先去个卫生间啊。来，再喝一个。那个，你们俩是怎么好的呀？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俩同时报了一个法语班，被老师分在了同一个组，练习法语对话，就这么认识了。然后呢？谭少宇那个人吧，他不太爱说话。其实当时我特别不想跟他分在一个组，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他法语说的特别特别好，他不说，就是想让我多练习练习。我们在一起练习，他就听我说，他就听着。其实像他这种人吧，在学校里面挺受欢迎的，主动追求他的女孩特别特别多。那他对你一见钟情啊？应该是吧，反正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跟看别人都不一样。我也问过他，我说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呀？他就说，他觉得我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气质。是不是那会儿的男孩子都会这么说呀？然后你们俩就走到一块儿了。情人节那天，他请我去看了一场法国电影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牵了我的手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那还挺好的呀，哎，挺浪漫的。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俩有特别多的共同爱好。我们经常会一起去听音乐会，一起去看舞台剧。我总觉得跟他有说不完的话似的。其实他这个人吧，也挺细心，挺会照顾人的。有一次我们去郊区爬山，我把脚给扭了，他二话没说，背起我就往山下跑，这一走就是走了4个小时。等到了医院的时候，他也中暑了，我当时特别心疼。那他对你真的很好呀。后来他发起了高烧，我心里特别特别内疚。我知道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样的苦，可是他愿意为了我遭这样的罪。后来他醒了，还让我不要告诉他妈妈，就说我们还一直在外面玩呢。其实我知道他是怕我心里难受，才故意不跟他妈妈说的。你们俩当时一定是特别特别相爱吧？后来毕了业，他就跟我求婚了。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他了。你们俩都结婚了？是啊，我还记得领证的那一天，太阳特别好，他就站在阳光下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就嫁给我，放心吧。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，一辈子都照顾你的。”可是没想到，很快一切都变了。你怎么就觉得他变了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他又爱上了其他的女人，然后把我给逼走了。然后你就改名换姓，把名字都改了。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，我的世界里面只剩黑白，没有彩色了。我当时就觉得尚文芳已经死了，我只有改了名字，才可以重新开始我的人生。
你这故事说的，我怎么觉得前半段是我认识的谭少宇，后半段我怎么觉得不像是？你们才认识他多久啊？我都认识他那么长时间了，都没有看清楚他的本来面目，你们怎么可能就了解他了呢？而且你们真的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了。你骗人就算了，用把我抹得这么黑吗？那个依然是这样的，哎，天乐，你快进来，你依然要走。哎，别走！你看这今天来都来了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为什么不能把这话说开了呢？少宇依然，今天这局吧，是我跟梅兰妮呢故意安排的。你们俩平时呢老躲着对方，谁都不肯说。你看今天能不能坐下来，有什么事放到台面上，咱把它说开了，行不行？那我先说了啊，你们两个说的是2个版本。少宇跟天乐说的一个版本，你告诉我又是另外一个版本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不知道哪个是真的。你当年跟我在一起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分手的时候还拿了一笔分手费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呀？你这次又为什么回来？不也还是为了钱吗？我真想知道，你这么一个物质的女人，钱对你来说，到底多少算够？真的没想到，到了现在你还在颠倒是非。我当时想都没有想就嫁给了你，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一边骗着我的感情，一边找另外的女人。要不是有人告诉我事实真相，我会一直蒙在鼓里的。你知道我那段时间有多痛苦吗？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你了解过吗？你忏悔过吗？我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到了今天，你连一点承认错误的诚意都没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可谈的了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哎，别！哎，你先冷静！你看啊，你们俩啊，说了2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。你说他欺骗了你，他说你欺骗了他。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，真的。哎，咱们呀，冷静，把这事儿呢好好的分析，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了哪儿，好不好？对呀。那个依然，你刚才说有个人告诉你说，那个谭少宇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，你能告诉我们说这人谁呀？啊？这个人我不认识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但是我见过他，他就是他们公司的。你别再编故事了，我们公司就没这人，你最好承认是你卷了钱，一走了之。混蛋，谭少宇，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依然，让我去。依然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呀。我们就不能心平气和的把事情解决了吗？你也看到了，不是我不想聊，他就一口认定是我骗了他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也许你们之间是真的有误会啊。我不想再纠缠这个问题了，到此结束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重新回到以前？我不再抱有这个幻想了。那你忍受这么多再回来又是为什么呀？我以为我能看到他，哪怕一丝丝的忏悔。可惜我太天真了。你还爱少宇，对吗？早就不爱了。少宇，你能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啊？啊，我觉得依然肯定有什么隐情，咱应该听他把话说完。他有什么隐情啊？他在编故事，我一句都听不下去。可问题是，现在你们俩说2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啊，是吧？都没证据吧？你说他撒谎，他说你撒谎，那我们应该相信谁的呢？我觉着啊，我们应该先从他说的那个人开始下手。林天乐，
我们公司就没这人，你听懂了吗？没有这个人。你别急呀，你看你老急。哎，咱假使说咱信一眼一回，如果这人他是你们公司的，你觉得这么一个人出来干这么个事儿，他会出于什么目的呢？这是你假设的，我不知道。你告诉我他为什么，出于什么目的，行吗？他会不会受什么人的指使呢？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听我的，我不发话，没有人敢干这事儿。哎，我做个大胆的假设啊，你觉得这事儿，你觉得有没有跟你妈有关系？不是，这事儿跟我妈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妈为什么要破坏我的感情？就是那依然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问过你妈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问了，我妈就告诉我，她是为了钱跟你在一起，然后拿了钱又走了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我觉得啊，现在就得把那个人找出来，把那人找出来，咱就能问出一答案来。那你觉得你们公司谁有可能会出来干这事儿？我们公司有胆干这事儿的，一定是我妈身边的亲信，否则没有人有这胆儿。那你妈身边有几个值得信赖的亲信啊？能不能把他们资料或者照片什么的拿出来，让依然指证一下？哎呀，你别删了，这空调都修好了，还删个什么劲儿？主要是心热，扇一扇凉快啊。那你看着点时间啊，明儿上面就回来。早了，我看着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看，我觉得差不多了吧？这跟周二的高峰也差不多。我说，抛了吧。你们呀，就是太没技巧。你别看它就是买进买出，那是个技术活啊，不能一看高就抛，眼小失利，也不能一直放着不管，眼大要命。关键是得时刻关注这个行情和动态。就中午这点时间，大家都在看，你们这竞争力太小了。那话吧，我就只能说到这儿，剩下的就得靠你们自己悟了。悟，我看是耽误的误。看看，你自己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啊？你怎么算的？这什么比例啊？你是不是要回到高中重新学习立体几何啊？啊？自己瞎胡闹，现在还给我带着周围的也瞎胡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？不是，孙总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下回绝对不犯。退下！你给我好好想一想，你的工作来得容易吗？当初费了多大的劲儿，你自己费了多大的力呀？这些年来，我不说你有多出挑，起码没出过错。前2天还在会上表扬你呢，现在给我来这个，天天就知道看你那个什么黄金软件，啊，自己走火入魔，还带着同事走火入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有人要买你，搞垮我们所啊？孙叔，你不想干你就直说，这份工作有的人要干。别，孙叔，您别生气，您消气儿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少教我书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这样下去浑浑噩噩，下次你们全家来都不好使。别说我不给你爸爸面子，就没你这样的。您说的都对，我真心诚意的，我给你道歉。道歉？去吧去吧。你想干什么？图。拿呀！哎，您别生气，我保证不会再犯。
李密，帮我把我母亲身边几个助手的照片准备一下。这几个是我母亲手底下最得力的助手。如果依然说的那个人存在的话，一定在他们中间。别说我没给依然机会啊，证明他自己说的是正确的。我公司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没有你说的那个人吗？好像是这个人。确认是他。对，就是他。如果是这个人的话，这事儿一定跟我母亲有关。那你觉得现在去问你妈，能问出个所以然来吗？我问了很多遍，什么都问不出来。哎，那现在就是把这人找出来，问他，一定能问出个答案来。哎，那怎么着？现在能把这人找出来吗？简单啊，约他出来，随便找个理由就行。你回来了吗？公司事儿处理完了。啊。那你赶紧坐着，处理一下咱们家的事儿吧。什么事儿？海宝，早上换门禁，我发现昨天在家进贼了，房产证偷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让我们下午去做笔录。你怎么还报警了呢？这不这儿呢吗？哼哼哼，李爱宝，我就知道是你干的。你说拿房产证干嘛？是不是为了那个小哑巴呀？你不是告诉我他1分钱都不要你的吗？那这么看来，他不但要了，而且要的还不少。宝啊，咱们俩上次坐的这不是说的清清楚楚吗？只要你肯结婚，你有困难需要钱，妈妈愿意把这个房子都卖了。你要房产证直接跟我要啊！你偷干嘛呢？哎呀，我这不还给你了吗？那不是还给我，那你拿了你用了吗？我用了，我拿什么还你啊？那你拿了你不用，你们俩闹翻了。李爱宝，你赶紧告诉我是怎么回事，行不行？妈，我饿了，弄点吃的吧。不行，你不说我就不弄。好好好，我去弄啊。吃完了要告诉我。你说你为了个小哑巴值吗？谭总，您找我？帮我约一下顾兴东，让他跟我和一个客户一起吃个饭。找他？他不是你母亲那边的人吗？我知道，你就跟他说客户认识他，想一起见见叙叙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请进来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少爷的朋友林天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胡鑫东。哎，这是我朋友梅兰妮。你好。这位你认识吗？谭总，坐下说话。对，坐下说话，坐下说话。来，坐好啊。哎，他你认识吗？我问你话呢，他你认识吧？谭总，有些事情我不方便说。是因为我妈？谭总，我真的不能说。哦，你是怕得罪了我妈，被我妈赶出公司是吧？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明天我就把你赶出公司，懂吗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认识他吗？谭总，对不起，当年这一切都是你母亲一手安排的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我妈是吧？我妈怎么支持你做的？说话。让我逼走他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冷静，都冷静啊！那个，我们今天请你来，就是想问问你，当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说，少宇以前是因为喜欢了别的女孩，所以把她抛弃了。但是少宇说他呢，是因为骗婚骗财，最后揽了一笔钱就消失了。我们想问问你，他们俩说的哪个版本是真实的？他们俩都错了。他们都被蒙蔽了。这中间的一切，全都是谭总的母亲一手安排的。他妈妈策划了一切啊！少宇，少宇！李总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您回避一下。好的。怎么了，少宇？脸色这么难看。尚文芳是不是你当年派人逼走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没有的事儿。你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找到证人了，他也全都告诉我了。妈，
我只是想看一看你亲口告诉我，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没错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做这一切？有些事你并不知情，反正是因为咱们家的生意。生意就生意了，跟尚文芳有什么关系啊？少宇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如果当年你继续跟尚文芳在一起，只会埋下隐患。我能坐视不管吗？所以你就可以看着你儿子受了情伤一蹶不振是吗？少宇，你是注定要干大事业的人，儿女情长应该放在一边。我不能让其他的人影响到你的事业。你该明白我的一片苦心。为了让我完成你的目标，你就牺牲我的幸福，牺牲我的感情是吗？少宇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可能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，但是你要相信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。够了！我真的受够了吗？我不想这样，我不想再受你的掌控，我够了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你，永远。他们都被蒙蔽了，中间的一切都是谭总的母亲一手策划的。你继续跟尚文芳在一起，只会埋下隐患。我不能让其他的人影响到你的事业。昨晚喝大了，现在一直杵在那儿。少宇，那个昨天跟你妈谈的怎么样啊？他都承认了，是我误会依然了。不是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咱赶紧找依然去吧，你好跟依然把这事情说清楚啊！啊，少宇，我们都看得出来你还爱依然。你要是个爷们儿，你就去把她追回来，失去一次，别再失去第二次了。对，要不你换个衣服，我带你过去。依然，我们必须好好谈一次，有些话也必须要说清楚。哎，你应该去把依然接回来。我把依然接回去？啊，她现在一个人住在这儿，也没人照顾，多不安全啊！哎，你搞清楚啊！我刚刚受到伤害，我这还没缓过来呢。哎呀，你一个大男人跟女孩计较什么呀？再说她住在这儿，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跟少宇怎么交代啊？对不对？不是，照你的意思说，我就应该把这口气我憋回去。对呀，而且你得亲自去把她请回来，要不然依然肯定不愿意。哎，
我受到了伤害，然后我还把凶手请回家去。你跟少宇还是哥们儿呢？我问过我妈了，当年所有的事情都是她一手安排的，是我误会你的，依然。这些年，我想你一定过得不好，或许在心里边也深深的恨着我。但我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无情无义，从来没有找过你。我一直在找，但我找不到。我不明白，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。我也痛苦，痛苦了很多年。你知道吗？每天晚上我都会拿着你的照片看。我问自己你去了哪儿？谁能告诉我？但没人能告诉我。我只能傻傻的想，无论当初你怎么骗我，只要你能回来，我一定原谅你。只要你能回来。正当你回来的时候，你却是天乐的女朋友。我心里边很困惑，我该怎么办？因为我很嫉妒，但我也跟自己说，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再让你离开我，因为我知道我还爱着你。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，现在显得很苍白，但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，不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，请你原谅我。你知道吗？有一些伤害是注定无法弥补的。你走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你们聊得怎么样啊？你看啊，你跟他呢，这毕竟有8年的这个误会，你想让他一下接受呢，肯定有难度。要么今天你先回去，你给点时间。要么这样，我再帮你去试试，好不好？依然，我是天乐，你给我开个门呗。那个少宇他也是不知情，才跟你误会了这么多年。我知道，这一下让你呢把这误会都给打消了，也不太可能。是应该多给你点时间，但是你能不能开个门，你们俩再谈谈呀？天乐，
你别再说了。哎，那个依然，要不这样呗？你看啊，你一个人跟这住着呢，也不是个事儿，也没个照应。要不你先跟我搬回去吧？你搬回我那儿呢，我们有个照应多好啊，行不行？我不能再麻烦你了。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利用你。上次的事儿过都过去了，咱就别提了呗。你呢，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我是觉得你先跟我搬回去比较好，啊？我真的不能再搬回去了，你走吧。那你自己好好静静。那我走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哎，李密。喂，谭总，明天上午10点给您约了客户见面，提醒您一下，别忘记了。李密，以后我不会去公司了。你有什么需要汇报的事儿，直接跟我母亲说就行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谭总。行，不多说了，先这样，有事再联系。但是谭总，你不去公司了？不去了，不想给人当棋子。你跟你妈妈怎么谈的呀？有没有好好聊呀？谈了。其实我知道，我妈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我好，但是她从来没有问过我真正的感受，她不清楚我要什么，所以只有摆脱她，我才能拥有我真正想拥有的东西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其实我能理解你对依然的感情。你们俩现在都还爱着对方，只是因为前面的伤害实在太大，所以都需要时间。不过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重归于好的。也许吧。虽然现在我跟依然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误会了，但我真的觉得他对我还有很多的敌意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不这样。哎呀，坚持呀！我相信你坚持，依然一定会感受到你对他的爱的，而且我们都支持你。你妈电话？不管了，谢谢你啊。加油！没事啊。夏丹，你吃辣吗？啊妈，他不吃。我问你了吗？吃吗？我们家爱宝啊，口味就是奇怪。什么奇怪的，不能吃的，不能放到嘴里的，他偏要去吃。妈，怎么说话呢？哟，怎么了？今天是见你啊，还是见他呀？
我是跟他聊呢，还是跟你聊啊？你怎么问不合适？不能说啊。那好吧，服务员，我们点菜吧，吃完了就走啊。妈，你问，我替他回答还不行吗？你替他回答？你能替他回答什么？你能替他叫我妈吗？你能替他教你们的孩子说话吗？你替他挣钱，替他工作，替他养他的全家。你要不在家，家里出了什么事儿，你替他打110吗？你替得了吗？我不能。那我就把他带在身边一辈子。李爱宝，这句话我怎么听得那么陌生啊？这句话我喜欢听，我这半辈子都想听这句话。你不要忘了，当初你工作的时候，差一点没留在上海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很高兴啊，你说一个大男人就是要出去闯，不能天天陪在家里，不能天天守在妈妈身边。你想过我孤单一个人吗？你知道我天天看着那个电话，就等你给我来电话。你怎么没有想着把我放在你身边呢？带着我呢？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？我很明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不就是想娶她吗？可以啊，你把她娶回家吧，我就走。房子现成的，家具全套的，我还不够明白吗？不是，你能不能别把人想那么卑鄙啊？卑鄙？儿子，不是妈妈把人想的卑鄙。你是我儿子，我当然知道，你这个人不卑鄙。很难说有的人会很卑鄙，跟着你一起串通好了来骗我。前2天电视上还说了，不要装着自己像个清纯的小姑娘，一边走路啊一边采花。你也回头看看，你破坏了多大的一个花园。谁骗你了？谁想骗你了？我说妈，你好歹也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，你怎么说话这么过分呢？李爱宝，你当着这么个莫名其妙的人，你这么跟我讲话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我怎么不讲道理了？对不起。你拦着我走。不是妈，你到底拦谁呀？你拦谁？你先坐，妈，你坐好吗？哎，夏夏，走了好，走了咱俩吃。妈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你不就怕他是个负担吗？当初我跟薛晶晶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怎么那么通情达理？又要给钱，甚至要把房子卖了，那可是你跟我爸一生的积蓄啊！夏丹他1分钱都没问我要过，怎么就到他这儿就不行了呢？我就是喜欢他，他不是不会说话吗？我就喜欢他不会说话，我就要跟他在一起。好，你和他在一起吧。我明白告诉你，我就喜欢薛晶晶，我愿意给她钱，给她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个会说话的人。谭少宇已经决定离开新华公司了。真的？哎呦，这回是真豁出去了。其实挺伟大的，表面那么冷峻，骨子里还是重情重义。你说他当惯了少爷的人，离开公司能习惯吗？他既然这么决定，肯定是想好了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少宇心里最牵挂的是依然，依然又不肯原谅他，咱们俩得想想办法帮帮少宇吧。这依然啊，受伤太深，你让他一下原谅谭少宇呢，这需要一过程，咱不能着急。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我觉着啊，咱第一步呢，现在让这依然啊离开那小旅馆，只有离开那儿了，回家住了，咱才能慢慢接近他，多劝他。
你不是都跟依然说过他不同意吗？那咱们怎么办？把他五花大绑回你家呀？我倒是有一馊主意啊，能够把这依然呢逼回我们家去。说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这。张老师，哎，过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来接依恋。依恋，那个他刚才已经被爸爸接走了呀。爸爸？嗯。哦，您是说全家福照片上面那位吗？对啊。那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。不客气。喂。哎，依然，我把依恋呢接回来了，晚上你来我这儿吃饭吧。好。一会儿依然来了怎么办呀？我哪知道怎么办呀？你去开门啊！你去开门，我开门，他。依然，我没怪你，你别这样。我来接依恋，我让他以后别再来打扰你们了。别呀，他喜欢这儿，你不能不让他来呀，是吧？人呢？那睡了。今天晚上啊，说什么也得让他留下。睡着了，出来吃点饭，弄好了。旅馆跟家里没法比，你在那儿想吃个热菜热饭都没有条件，不像在这儿，那儿一点家的感觉都没有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没错。而且那依恋啊喜欢我这儿，我什么都有。你看，游戏机也有，玩具也有，要书也有，你就别让他去那儿，那小旅馆多不方便啊。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要这么跟我说的话，你就属于见外了啊！哎呀，我没见外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。我这2天正在找房子呢，等我安顿好了就请你们过去啊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就是还在跟我别扭呢，是不是？我真没这意思，你别误会。那就这么定了吧。咱吃完饭我去小旅馆帮你把东西搬回来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我过2天就能找到房子了。你看你老你。我睡醒了。哦，你睡醒了。哦。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件事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能不能不去住小旅馆啊？对，你看你那孩子都说了，能不能不搬去小旅馆住啊？我喜欢天乐镇，我们不要去那儿住了，我们搬回来好不好啊？哎呀，你就答应我嘛，好不好？你看孩子都求你，你就答应吧啊！你看你这衣服都穿上了，行吧？哎，这就定了啊！来，吃饭！那个马上好啊！都凉了，赶紧的。
情绪不高啊？没事儿。又是跟薛老师吧？啊？哎，说说怎么回事？我总觉得这薛晶晶她有点让人琢磨不透呢。最近她总是什么？把话说完了啊？她总是躲着不见我。她这学校也没什么课呀，最近。那肯定是你惹人生气了呗？没有，白天都好好的，就是一到晚上就逮不着人。白天都好好的，到晚上逮不着人。这晚上，哎呀，不是，哥，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意思。不是，要不你陪我去跟踪他一下呗，咱看看他晚上到底干什么。你有病啊！咱俩大男人晚上跟踪一小女孩。不是，我怕我一个人去，我害怕，万一碰上点什么事儿。能碰上什么事儿啊？当然能了，我要碰上他跟别的男人在一块儿，我控制不住啊！哎，行，好，我陪你行了吧？不是那个跟踪这事儿，你想好了？晶晶，你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我在等你，进来吧。好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干什么去？冷静啊！冷静！少宇，还在生妈的气啊？你整天不去公司，在家里干什么呢？休养。好，我就给你放几天假，休息完继续回去工作。我不会回去。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你去给依然道歉。让我跟尚文芳道歉，那绝对不可能。只要你一天不跟他道歉，我就一天不回公司上班。少宇，别让妈太为难。我现在告诉你我的决定，我要把依然追回来。你疯了！你跟谁在一起我不干预，就是不能跟这个尚文芳。为什么？我连选择自己喜欢的女人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少宇，我辛辛苦苦栽培你，是要让你成就一番大事业。那个尚文芳把你迷得神魂颠倒的，你跟他在一起是不会有出息的。我不稀罕，我就不有出息，怎么样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一直都是你的傀儡，一切决定全是你来做，我什么自由都没有。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你。我不需要，我可以靠我自己。靠你自己？靠你自己能做什么？我帮你安排好一切，你坐享其成有什么不好啊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要这样的生活，我不要。少宇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回不回公司？不回。不回公司就给我离开这个家。好啊，我离开。好，你记住，这是你自己选的路。离开这个家有什么后果，你想清楚。阿姨来了，阿姨好。什么情况？我要搬出去。少宇，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的愿意为这样的女人，连妈都不要了吗？
我再最后回答你一次，我要摆脱你的控制，活得像一个真正的男人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首先是我儿子。阿姨，冷静一下吧，要不您先坐会儿啊，我给你倒。这是我们家的事情，不要你管，别在我这晃悠，赶紧走。我去收东西。你怎么也出来了？你都出来了，我还能不出来吗？我跟你一样无家可归了。哎，你今天跟你妈妈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正是吓了我一跳。因为依然的事儿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进门的时候不也一直喊依然的名字吗？怎么了？依然终于答应不住小旅馆了，回天乐家住。他一个人在外面还带着依恋，的确挺不安全的。是啊，这挺好的。你这去哪儿啊？我还能去哪儿？投奔天乐啊。嗯，走吧，一块儿。我不去。谭少宇，哎，咱们俩现在同是天涯沦落人了，你别再摆少爷脾气了，行不行？好，你平时一直都住别墅，突然一下集体生活会有些不适应，但是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调整好心态，有地儿住就行，别挑了，走。不是因为你说的这个，依然还没原谅我，住在一起的话不方便。那你就想办法让他原谅你呀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？啊，行了行了，你快走吧，不用管我。那你去哪儿啊？哎呦，都说了你不用管我了，走吧。那我走了。走了。哥们怎么了？这昨天呢，我们呢看见薛晶晶进了一个高档公寓，跟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，俩人在谈工作。大下午的上公寓里谈工作。我明白了，我这 W 吧是钱，哥们这 W 是女人跟为什么。你说为什么呢？这女人为什么大下午跟人上公寓呢？不信他是那样的人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离他远点儿。哎，你跟夏丹关系不好了？没有啊，好好的，妥妥的，没事。我先走了啊。不是，等，有话你就说，你别老阴阳怪气儿的，行不行？谁阴阳怪气儿的？本来就好好的吗？我这无事一身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打从小学到现在，我就没那么轻松过。好，说正经事儿，你这房本怎么着？拿回来没有？告诉你啊，千万别冲动，你最不缺的就是一颗恒心。我还没二到那份上呢，手续都办差不多了，过两天就拿出来了。行，能拿回来就好，剩下的咱慢慢想办法。我知道呢，我也劝不动你，你呀自己想清楚就行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走了？别，晚上一块喝酒吧。
我快了，走了，走了，磊。行，都是艺术家。吓死我了！干什么呀你？至于吗？我在这儿能干嘛？等你呢，我没地儿待了。没地儿去了。嗯，跟少宇吵架了？我跟少宇没吵架，少宇跟他妈闹崩了。少宇跟他妈闹崩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还不是就是依然的事儿吗？少宇的妈妈知道少宇还跟依然有联系，就闹崩了呗。少宇离家出走，我也没地儿待了。哦，听明白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想求我，让我收留你，然后搬我们家去？能不能不用那个“求”字儿啊？哦，行，那我明白了，就是说你还有辙，不用求我是吧？我本来还想着说你要求我吧，我考虑考虑是不是收容你。不，那个哥，求。什么？听不见。求。哎，对，早说就完了嘛！求我就收你，走，回家，多简单个事儿是吧？慢点啊，慢点！哎，你脸拉着点，姐姐。慢点！哎，你们干嘛呀？啊，到了，这么神秘啊！哎，到了，准备啊，1、2、3，噔噔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太好了吧！注意点。那个，谢谢什么呀？是吧？哇，你们好有心啊！姐姐，这个是送给你的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怕了。真乖依莲，那要是我晚上睡觉害怕呢？那你等着，我再去给你拿一个。再去拿一个？你有多少个呀？啊？姐，我知道你还在想那事儿，那事儿来的是挺突然的。我当初反对你们在一起，就是因为这个。既然我当初选择了相信李爱宝，我也就相信他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。你选择信他，就别瞎想。今天是梅兰妮同学第一次入住我们家，我们表示欢迎。那个，我是不是得发下言啊？行，那个，我很感谢大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。从我家出事以来这20多年，我第一次感受到朋友像家人一样的温暖。哎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就是。现在再多的谢谢都不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，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话，谢谢。梅兰妮，我也想说2句。之前有很多事情咱们2个之间有误会，希望你别介意。其实我一直挺喜欢你的。还有什么误会啊？过去的让它过去吧，咱们一起向前看。哎，对，向前看，干杯！哎，你鼓什么掌啊？老师说了，看到感动的画面都要鼓掌的。哦，那我们就一起呱唧呱唧。
忙着呢。哦，叠叠衣服，坐啊。哦，没事儿。那个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呀。我今天之所以被赶出来，是因为谭少宇离开家了。他和他妈为了你的事儿吵了一架，事情好像还挺严重的。他妈当时气得脸都青了，少宇也是拿着箱子就走了。那个，我想问问，少宇现在这样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嗨，我能怎么想啊？他的事儿现在跟我也没什么关系，这个心我操不着吧？你希望我怎么想啊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觉得，你看天那么黑了吧，他一个人在外面可能也没地方住，挺可怜的。算了，让他自求多福吧。那个，要不你先忙，我就回去休息了。早点休息吧，今天一天够累的了。好，哎，谢谢你给我收拾了房间。客气什么呀？晚安。晚安。你迟到了，我已经成为美克拉美的正式员工了。他这什么情况？我没摸准他是什么态度。我说少宇现在的状况吧，脸上是没挂住，我都看出来了。但我一激他，他又说少宇怎么样，他也操不上这个心，我都不知道他是关心还是不关心啊。哎呦，你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哈。你就说哈，他俩的性格，谁都不愿往前迈进这一步。这事儿啊，还得咱俩操心。我觉得还是把少宇叫过来住吧。两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这样才有机会。对，哎，你刚才给他发消息没有？说没说他现在住哪儿啊？我发了个微信，他说他现在住在一个公寓里边，后来也不回我了呀。行吧，这样，明天啊，我还是去找他，我跟他说这事儿。到时候把我的音效扯没了，是要付通讯费我今天之所以被赶出来，是因为谭少宇离开家了。没有必要，他已经不爱你了，而且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这是谁的意思啊？这是我的意思。正往你房间走呢，桌上肯定没有。不可能，早上是我给你收的床嘛，床上根本就没有。哎，等，哎呦，这怎么都掉到床底下去了呢？你猜在哪儿？掉到床头柜那儿了。哼，现在啊，像妈妈这个年龄段的人，一天不带手机那都不行。你说你不带手机，你怎么工作呀？总是那么丢三落四的。行了，找着了啊，挂了。实用手语，手语。
我尝尝。心情不好。做得不好，失败了很多次，抱歉让您失望了。哦，来，跟男朋友吵架了？年轻人嘛，总有火气大的时候，但不管他是谁，我觉得他是幸运的，让人羡慕。哎，老板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，咱们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的教。其实啊，你已经很不错了，比起我酒店的小厨来说，已经强了很多。开展新的业务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如果心情不好，就给自己放个假。女孩子不要让自己太累了。嗯。嗯。哎，可以啊，现在这打扮，这轻松的状态，不错呀！啊，这不也不用天天去公司了吗？也没那么多烦心事儿，这整个人觉得自由了，状态肯定好。保持住啊！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想给你支个招。我先问你啊，你现在想不想跟这依然两人缓解关系？这事儿不是我做主的吧？那天在小旅馆，你也不是没看到依然那什么态度。所以我就要给你出这招呢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干脆你呢搬到我们家来，大家呢住在一块儿。你现在不用考虑说这尴尬不尴尬，有我跟梅兰妮呢在中间给你和稀泥呢。你搬过来呢，就离依然近了。进来之后呢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时间长了，感情不就恢复回来了吗？那是你想的理想，这万一是我搬进去了，人依然搬走了。我觉着啊，应该不会。要不这么着吧，我跟梅兰妮呢帮你探探这口风。一日夫妻还百日恩的，哪能对你这么绝情啊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不是。你好。哎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两位请慢用。哪位买单呢？我来。谢谢。我跟你说这事儿呢，你呀上点心。你看现在你和依然这误会都已经解开了，核心问题就是这依然心里这个坎儿不是过不去吗？你得抓紧时间，别错过了机会。那你先看看依然什么态度，我再想想。打扰了，先生，您这张卡刷不出来。
这堆卡，肯定是你妈给你冻结了呀。她肯定想了，把你经济来源给你断了，你能乖乖的缴械投。